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8月3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环保局成立府城藏经阁，将二手家具重新整理以后拍卖，到达已经15档，而且一档的收入就将近300万。不过，刷去用检举，当中二手家具的作业环境对劳工健康有真大威胁，而且一直拢无改善，所以议员陈义珍就强烈要求市府劳工局介入了解。议员陈义珍接到民众陈情，伫市府环保局所设立的总金阁木工场，将来毋进行劳动条件检查，恐惊劳工长期丢粉尘加有机溶剂的作业环境工作，会威胁因的身体健康。像议员伫劳工局的工作报告过后，强烈要求劳工局介入了解对象。藏经阁里面，因是在做这个木工。然后把这些原来我们可能是废弃的一些东西变成黄金，也每一年给环保局带来很多的收益。可是他们这些劳工到底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工作，高人去个关心哈。我想虽然刚才局长说看起来听起来是那个南区职业中心哈他们的一个业务啊，南区那边的业务哈。可是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自己府内的单位哈，其实咱来做甲比别人较好，咱较有这个权利去甲别人要求，去甲别人开单。在礼拜3下午就去做检查的，对它里面的相关的质疑问题，我们一一去理清楚。当然环境的部分是有些必要做改善的。这个因为是南区服务中心的管辖，他们会正式函文给环保局。当然我们会去了解国际到说，到底我们要去怎么做处理的部分。议员陈义珍强调，对着家己府内单位的劳动条件甲劳工安全，不管是省的管辖范围，都有责任甲义务，和劳工伫安心的环境工作。市府家己做好，劳工局才有权利去要求各民间业者来维护劳工环境，进一步保障劳工的权益。第一新闻郭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公共托育新制度8月1号上路以后，成为各界注目的焦点。不过，因为这项有关0到2岁托育补助的新政策，也阁有真侪人拢无清楚，恐惊权益受损。所以，议员王家珍就特别要求消费局伫咧议会大会期间，要来进行着专案的报告。公共托育新制8月1号上路以后，但市拢照中央版本咧行，如果包括幼儿津贴甲托育补助实施，将高达27000名幼儿受惠。校局希望8月底进前完成7成报表，签署家己准公共化项目。毋过有关补助甲收费标准，其实校方也是有真侪拢无了解，甚至有私人业者若无配合，敢有看会到食袂到顾虑。所以议会当中都来成为侪议员关心的焦点，甚至要求大会期间进行专案报告。既然要鼓励大家多生、多养小孩，安尼恁来支持家长的配套嘛，要这样做嘛。做好做足，而不是只有做半套。咱台南市连公立托育中心都无啊，生育补助还是6都最低的。即便我们民意代表前一阵子的时候一直在关心什么私幼公立化，我们搞不清楚。OK， 至少我较含忙，我较唔知。好，那现在社会局这个0到2的这个案子。我们当然还是乐意民众得利啦，虽然明明是政策性买票，我们还是乐意民众得利。我要请教一下局长，你们有没有做方方面面的所谓的一些讯息的传播，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样顺利的能够领到这6000。0到2岁是社会局这边的，也就是直属上去是卫福部这边规划的。2到4岁是教育部规划的，所以0到2岁是107年8月1号开始实施。那2到4岁，其他县市也是107年8月1号。2到4岁的6都
是108年的8月1号。所以那不是你们的业务，是教育局的嘛，对不对？对，教育部规划。为了小舅嘛，趁机会选择新制当中有2个月补助的对数期甲签约的缓冲期，只要9月30号进前完成填书，就补发8月甲9月托育费用。对家长、保镖甲托婴中心的权益拢保障。电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一般参选人的竞选总部，拢是伫咧何处抽签确定以后，不过议员曾玉珠面对年底选举，所选伫咧8月5号就要来成立着竞选总部。伊来表示，今年的选举关系到带甲政治香火延续，所以一定要提早互大家知影，替伊加油鼓励。因为议长选举无确实量票，被民进党开除党籍议员曾玉珠，虽然最后司法行为清白，不过迄段期间所受到抹黑、指责甲委屈，现在一想到也是忍不住流下目屎，更加再有后生陪伴甲鼓励。拢是我老生，给我上大的勇气，所以我感觉我的责任更重大。在这个职位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啊。那身为民代，就是你把服务选民这件事情就把它摆第一嘛。那无论选举，其实民众要不要选择你，我们这个都没有办法去操弄的。我们只能就是说，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是永远都跟民众站在同一线的。就像大家最近在讲的接地气嘛，就是你都要站在人民同一线，你知道他们需要是什么，感受是什么。那我一直跟我妈强调说，就是在这个职位做好自己的事情。那最后的结果无论是怎么样，我们有尽力就好了。政府组强调，好个在司法已经行因带甲清白，所以今年选举对意义重大。为了要让大官带甲向过去数十年来所拍下政治香火中灯，伊打算8月5号礼拜就要率先成立总部，邀请大家予伊温暖甲鼓励。这条路行了足辛苦，但是我伫这个政治中，我嘛感受到，阮爸爸足侪好朋友，阮的亲戚。其实伊嘛拢无向中，互我足侪鼓励。我嘛伫即条人生中，嘛认识足侪贵人，遮个贵人嘛是拢我伫我政治即条路吼，会当讲是吼，拢是我的福气，靠因遮个人甲我帮衬。所以我希望政治即条路，尤其是带甲即个政治香火，一定爱甲延续。所以不管未来即条路是安那艰难，安那苦战啦我相信。我绝对有信心，会当拍赢这场选战。我嘛要借着今仔日这个记者会，甲咱的乡亲特别的报告，希望恁唔通放弃。恁若无放弃，阿祖就向前行上大的气力。当然，政府组表示，带甲后世代正咧栽培当中，目前的香火也搁伫伊身上，所以要恳请乡亲支持。到时总部先起工，包括无党联名总召詹顺良、美丽岛电子报副党吴主家以及林秀红等贵宾，嘛拢会到场提徛台。台南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为着加强宣导台南市天狗日以及自杀防治，并鼓励落实着寻岛清刷的防疫口诀，同时也互市民朋友会当活动兼顾着身心健康，来达到台南成为健康城市、美丽家园的目标。台南市伫104年爆发严重的天狗日疫情，所以市府卫生局伫105年成立台南市政府天狗日防治中心，透过跨部会合作。专接白眉蟒的防治工作，伫106年创下本土天狗日零病例成果，实现防疫自信化的理念。6月2日呢，逐礼拜拢有伫胡志明市陪回人机来，咱就逐工呢拢有这新住民呢去甲伊斗3工，做机场的出入境宣导啦，咱台南的呢，若要出国的时阵呢，咱有一寡。旅游业者旅行工会、导游协会呢，他们帮我们宣导，出国之前呢，厝里爱用好势，无转来蠓仔夜飞，出国的时阵，有哪爱防蠓，穿长袜用涂防晒油之外呢，还要喷个防蚊液。转来的时阵呢，若目骨里有发烧，24点钟咱的急诊有200几间的诊所呢，会使做 NS1 快筛，
除了添加这红蝶鲜果，但市伫注射红蝶方面，则是采用分龄、分站、分区进行心理健康促进，都是嘛鼓励全民参与寻岛清刷活动，互市民伫清洁环境的同时，嘛当兼顾身心健康，将台南打造成宜居健康家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台医学院创设35档，伫今仔日开创了一个新的成就甲目标，就是筹备已经相当久的第2研究大楼，总算伫今仔日上午正式动土。这栋悬11层楼的新大楼，未来将会用来全力朝向高龄医学的研究方向来迈进。保佑工地人员平安，工程顺利，我们一拜。伫咧新台校长苏慧珍、医学院院长张俊彦的带领之下，在新台医学院的教授甲负责这项工程的建筑师以及营造团队，共同研究这栋新台医学院第2研究大楼。伫咧兴建的过程会当平安顺利。这栋大楼民国98年，新台就提案要来兴建，开了济档的时间来找找到8.4亿的大量资金，同时设计规划，总算伫咧今仔日要来进行着动土典礼。我们今天开工动土典礼，开工顺利，开地平安。第2坛，祝我们今天开工动土典礼落地生根，树得红金。跨领域的，包括我们今天电子学院等等，我们的基础建设的部门都在。想象的是一个我们要因应下一个准备，所以这里启动的其实是负责任的基础建设，以希望明年或者在不太久，不要超过1年的时间，我们台南市可以看到全台湾第1所老医院的动工。这里真的要谢谢杨院长努力经营，让我们现金压力上面略感轻松。但是呢，如果没有张院长的企图心、决心，跟让我非常有信心的，我妈妈说的福气的模样，我们再看也没有办法在今天阳光普照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刻。我想，多年来我们的期盼有这栋楼，多年来我们走来呢也是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关关难过，我们也关关的过了。我相信我们未来的施工呢一定能够非常顺利。在今天动工后的1020天后，我们将会迎接一个崭新的新大楼的成立。我想这个新大楼成立呢，对医学院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栋将要开始兴建的新台医学院第2研究大楼，伫咧完工以后，将会规划跨科别的医学研究空间，嘛结合校本部的资源，全力投入老年人医疗的研究领域。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大内农村发展协会发起的第1届大内曼陀林音乐乐理节，将伫咧8月18号登场。今年特别邀请到国际曼陀林的制琴大师蔡明祖，带领着音乐团队，回来到故乡演出，做伙行销着大内优质的乐理。
第一届大内曼陀林音乐乐理节受民间企业甲艺术界联手打造所发起的在地艺术活动。今年特别邀请同款是伫大内中大的国际曼陀林制琴大师蔡明祖回国徛台，并且带领音乐团队为活动表演。同时，蔡明祖嘛邀请2017年国际华裔太太选美冠军黄珍珍做回来推广大内乐理。的水果跟酪梨、芒果都是品质非常好啊，对，可以说是呢，这个也很精致的作的农业啦。但是问题可能就是乡下的那个农民呢比较淳朴，他们只知道呢辛苦的留下他们的汗水，但是呢对行销呢市场上平台这一块的话他们就比较没有那个能力去运作。但是我觉得呢任何努力都必须得到呢事实上的真正的回馈。主办单位结合企业甲社区发扬大内乐理的价值，主要是为了创造农民的收益。另外一方面，嘛是希望会当回馈故乡。这个活动的产生，其实最主要是一群爱乡爱土的企业家跟艺术家大家共同努力携手来所举办的一个纯民间的一个曼陀林音乐乐理节那我们办这个曼陀林音乐乐理节的缘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大内故乡它需要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发展。大内曼陀林音乐乐理节将伫8月18号下晡2点伫大内国中登场。活动现场有小龙市集、彩龙姐姐讲故事以及方文艺的制作甲音乐会等亲子活动，相当适合全家大小。主办单位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2楼的市政空间，对8月2号开始，邀请了中华金精灵艺术推广协会总共12位的艺术家来参展，因拢是浪子回头，并借由手动的画笔，开创着新的彩色人生。因用心所创作的作品，透过镜头，咱即马做伙来看卖。无论是理性优美的书法作品，或者是描画壮阔山河的风景画作，也有菩萨心中的作品，这寡拢是中华金星林艺术推广协会艺术家因所创作出来的作品。这届总共12位金星林艺术家来到永华市政中心2楼的空间展出，总共70件作品，邀请大家前来免费欣赏，看卖因反转人生的艺术创作。阮这届的展览是根深有梦，一起翻转这现场拢总是阮所有的拢总是根生人的作品，这区是拢我的作品，这有一寡阮根生人，一寡迄个无同款的艺术家因关出来义卖的，有6个人，有来自不同的地方的艺术家，拢总是根生人，大家共襄盛举安尼，咧办这个。你个办这个展览活动，祝真感谢这市政府的人市政府的人来甲阮斗相共，阮斗协助安尼，今仔人来真多啦，我足感谢因呢。中华根生人艺术推广协会，我们刘理事长今天率了我们所有的会员，在我们台南市政府2楼的广场来推广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展出。那我也希望呼吁我们所有台南市民能够对于他们的展出给予最大的肯定，所以你们的参观就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也从他们的展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生人我们所有的根生人对艺术的创作是有别于一般人的想法。这届因除了展出作品，同时也伫咧现场进行义卖，所卖出去的金额，一部分会作为中华金星林艺术推广协会资金用途，其他的部分会捐做公益。
将艺术展览转型为积极行善、回馈社会表现。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基美医学中心癌症希望基金会甲台湾利来公司共同举办的第7届彩绘希望画图比赛，2号上午伫咧基美病院的慈恩病房展示了2700个得奖作品。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寡癌症病友甲家属的作品，会当互更加侪患者找到对抗病痛的勇气。第7届彩绘希望书会画展2号上午伫基美病院登场，这摆所展出的27件作品，拢是由癌症病友、家属甲医疗团队所创作。今年嘛拄好是基美病院基稳病房成立10周年，所以希望透过这个作品传达病友的故事，同时嘛勉励其他患者甲家属唔通放弃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呢，对我们这个癌症的病人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鼓舞哈。那我们谢谢今天很多媒体朋友也来给我们参加。那我们希望这个展览呢能够相当的成功。那各位的画作呢，在我们安宁病房这个展示呢相当的精彩。那我们有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这摆得奖者一个运林，伊被诊断出卵巢癌以后，真坚强，无放弃希望，而是透过画图来减轻化疗痛苦所嘅压力。这次题目是任意门嘛，你可以去想你自己怎么度过，所以我就画了。下面当然有一个小小的医院，一个小窗户，很不起眼的一个黄色的灯光，代表是我在病床里面等着化疗。但是我觉得，等待是一个蛮辛苦的时间，所以我就把我的月亮放大了。就是我1个月的看到月亮的时候，就知道我1个月的化疗又结束了，我又过了一次，所以我才会想说，抱着这样的心情，就是忘不了那次化疗到从开始结束，所以每一次的月圆等于是我又战胜了自己一次。这个作品将展出到8月31号，欢迎民众到基美病院欣赏。见证者画作背后的故事，同时嘛为癌症患者甲家属以及医疗团队加油打气。台湾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侪云有时乌阴，短暂做雨，温度26度至31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真感谢你收看到8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